入場嘅觀眾注意啦！奧運特福對奧運特叻乒乓球總決賽即將開始噶啦！由於係總決賽啊，相信佢哋會有一班龍爭虎鬥。比賽開始，記得加油啊，乒乓 boy！我擋啊！太陽能電筒死光！哇，佢好麻喎！一早估到你啦，好彩我有太陽眼鏡咋。仲有看招！哇，真係有招啊！小心啊！佢有槍啊 ！AK-47。呢場比賽係時候了結啦！臨別秋波啊！好痛啊！好勁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KO！ 今次總冠軍係奧運特福小學。